分校嘅結業，我哋最唔放心嘅係一班仲未上完晒課堂嘅學生。為咗對得住班家長，我哋做咗一個決定，就算1毫子收入都冇啊，我哋寧願自掏腰包租臨時嘅課室，幫所有嘅學生完成晒佢哋剩低嘅課堂。呢段零收入嘅日子裏邊，我哋堅持咗大半年，好多謝家長嘅體諒。環境係冇咁好噶啦，但係我哋係問心無愧。大家可能唔信，喺被攻擊之前，我哋非但冇諗過放棄，反而計劃擴張。我哋已經落咗訂，籌備緊2間全新嘅分校，一間就喺啟德嘅體育園，另外一間呢喺元朗 YOHO Mall， 諗住有更好嘅地方重新開始。但係所有嘅計劃就係因為連串嘅攻擊同埋電視台失實嘅報導，令到我哋學院聲譽破產，2間新鋪最後只能忍痛撻訂，所有嘅心血化為烏有。所以我想請大家評下你，一個寧願蝕錢都要完成責任嘅人，同埋嗰啲用謊言將一間本嚟充滿活力、有心擴張嘅公司扼殺致死嘅人，到底邊一個先至係真正嘅摧毀者？我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只係相信無論世界幾咁複雜，負責任係做人最基本嘅底線。多謝大家。